平等的是慈悲，权道公，分道一公，人师晚安，请坐下。时间要到了那么，针对咱这个讲训大家有啥有啥物较好的看法啊，要互咱的一寡前行大德会当想要来研究，较有啥物较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大家去切磋啦当然有当时伫一个地方来讲起来，无讲信班嘛，感觉是足大的遗憾啦。一方面呢，有徛讲台无徛讲台，大家做咧学习无定着，无定着咱有当时要去放心共款会用着嘛就是讲有一寡大家会当来扶持，来扶持，就是讲即个班呢会当互伊较成功，大家嘛会当借着即个机会会当好好来做一个学习，一个扶持也好啦，学习也好啦，当然有机会呢，换真正呢会当排去成全班，若无呢，变成就是即班安尼，敢若是讲足热络是讲足热络所以敢若要学嘛，有甲我一定迄个，怎心怎冷去啦，好势是想讲若有会当一个浅显动作会当多鼓励一下，多鼓励一下，要安怎讲做即个讲训呢？会当去较 OK。当然伫讲训来讲起呢，固然袂当讲提供互大家可能足圆满的内容啦但是究竟大家当切磋来做一个研究应该比咱家己研究的应该是较因为集思广益嘛集思广益就是讲大家无定是讲私底下会当甲咱提供对了伫研究道理呢，别人讲会当比较搁较精益求精所以对即个呢大家看有较好的方法无若会当私底下来提供一些看法啦佮再来讲呢，即个主题咱请谁必要咱领领主题看会当提供互大家选择去做一个学习啦迄个旧年几个人有选择无讲不要紧，咱来看卖伫迄个讲训内底咱补者即个主题啦大家互相小念手鼓励同修做迄个学习啦因为好势是感觉讲好势可能嘛爱来请教一下就是讲伫咱的后一代要来参加即个讲训班甲看起来敢若好像很困难啦好势即摆嘛无找着较好的方法啦不过就是讲咱若拄仔到40-50岁就会当来学习的大家做伙来研究嘛应该是袂歹啦慢慢来鼓励来考看莫讲即个班怎啊叫分去分去变成就是足歹交代因为没有培训也不行无培训袂使其实讲培训讲来讲起来其实要讲嘛是爱咱私底下伫厝爱比较有常识我感觉讲来遮学其实是咧学台风，家己咧讲的完全，因为你伫台骹甲台顶的咧讲，
的心态会有不一样。所以讲来遮咧咧学的时阵，除了会当集思广益着大家做参考，会当提供互咱的冷静来较圆满。另外一种咧，也就是讲咱即个讲，即个道理咧讲有哪有因美感咧？所以讲会当变咱讲，迄个美感讲的水互大家听，婉转性就好，无人袂感觉讲会爱去。无当时讲师若伤平伊讲落去的时阵拄啊好困会较济，因为安怎讲咧？无迄个阴阳顿挫，无阴阳顿挫咧，有当时咧讲道理咧会较死板。阴阳顿挫咧，都有原因甲背因，有当时嘛有笑的声，有当时嘛有哭的声。安尼起来咧，应该就会较较活，会较活。所以讲即个自比啦会当多鼓励，因为咱即班可能是尾仔班嘛，后礼拜佫过着弹经班，弹经班就23啊嘛，敢会佫倒礼拜三？没，我找一个30号，多好30个一班哇！无要紧，就30号，就大家一段时间等，大概想一想啦免讲互咱的内容会当佫较详细，互大家拢会爱来来收一下那当然透过咱主任咧即首头前这段影片咧，当然咱个是会有意见的啦，当然伊内心是讲伊是一个音乐尾也有配即个插图当然迄是有意境，即个意境咧是讲体会有诶人伊会神领意会，当然伊会感觉足欢喜啦，有诶咧有可能伊就无法度去体会了解伊诶形象。当然，这嘛是要看咱每一个人的迄个意见当然，主任呢伊大致上有甲伊即个提出一个意见，所以讲呢，这应该是交迄个莲花微笑就看有诶有，若看有诶嘛是迄个会不能神领意会。当然，这咱大家咧学习的当中咧，其实无论讲今仔日咱咧体会偌济不管，体会偌济不管，总是咱伫即个学修讲班的当中，过程一定有足济无法度人体会。照过学习了后，体悟慢慢对号变有，而且到最后当个较深刻，就去讲到了即个菩提性万丈，菩提自性呢，它是灵敏，它是清净，它是灵敏，而且没有所谓的二元对立嘛，没有谁正邪嘛，没有正邪呢，其实就是讲，你讲邪真单纯，就没有所谓的好跟坏，因为这个菩提性万丈呢，它是清净而无碍的。但是为什么会引申六祖呢？伊去讲到这个问题，当然这嘛就是讲有学修讲办法，有修道的人，为什么爱修？为什么有修道的人？因为是讲伊要找袂了着他菩提自性，伊知影有本性，本性有迷昧去，所以讲呢，伊必定爱做着修行。所以讲呢，咱会去讲起即个问题，然后对即个顿，要咱达到最后的顿悟，达到顿悟呢，就是达到菩提性完然嘛。所以讲呢，菩提性完然呢，其实伊嘛是一个顿教，嘛是一个顿法。所以讲呢，伊嘛会使讲是一个大法尊，嘛会使讲是一个大法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佫引申出来，无非就是要咱恢复倒转来。所以讲呢，咱伫这个内容当中呢，为什么爱讲修到顿悟？为什么佫有这修炼的过程？当然，这个是该修的过程，就是咱来到这展览。
那么沾染以后，要用什么方法，搁恢复到明心见性，做个这是伊讲主任伊大概伊问候咱的经验，咱甲看应该咱来清楚了解啦。当然这呢，咱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甲离世灭菩提，恰如有所感所以讲呢，天上各位人间境嘛，咱伫在世当中呢，看咱哪去圆满，因为咱是伫遮活倒，你爱伫遮爬起来。你来到这里迷失，你一定在这里找到你自己。安尼你唔当有法度来回归倒转去，敢是安尼？所以讲呢，有甲咱讲佛法在世间，你要成就，你一定要在人世之间来做一个修炼。修炼无非呢就是要会当回归嘛。所以讲呢，这个不离世间甲离世离菩提，恰如有所感。咱要去对找，咱讲心咱讲真诶咱讲不是本心，邪法无益；不是本心，学法无益的。你不了解你有一个清净本体，那你邪法点在哪里？伊会点。你毋知呢？你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是丈夫天人师，即是佛，即是菩萨，即是即个世尊呢。所以讲，咱第一就是求愿道。求愿道，咱是先得后修。为什么先得后修？这个必行就是讲，你得到了，也许你还是打问号。但是你得到伊先得后修了后，然后再会当自证、自修、自证。你才会当去讲有影就对。所以讲呢，咱修行学道最终就是要明心见性，这是上更重要。所有一切的法门，无非都是要明心见性。所以讲呢，咱即个会当互咱先得到道，互咱咱就食一个定心丸。但是呢，咱嘛是爱靠邪修讲办要来印证。当然呢，其实讲起来，咱会当体会呢，咱会感觉讲非常的欢喜，因为咱究竟敢若是若隐若现，敢若有快，敢若无快。咱即个若依佛法啦也敢若有快，也敢若无快。但是伊有快当中是，敢若是昙花一现，伊阁无去。安怎讲呢？咱嘛知影讲安怎较好是佛，但是又会被流失掉。咱就是免互伊会当二六时中，拢会当达到明心见性。若无咱咧感受到你的当下，你会足欢喜，你感觉讲安尼做足好。但是为什么你后壁无法度安尼做？因为你又被蒙蔽。所以讲咱修道三大德的功夫，治人是记住，但是用不到，用体出来了。该改变我都去改变。没有那一种毅力跟勇气。这就是咱一直无办法去突破的。若无讲呢，咱会心一笑，其实人家刚师在讲呢，咱拢可以了然于心，可以了然于心。但是这种心性的功夫呢，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咱有秉性甲习性嘛。秉性就是过去世所累积来的，习性是这世人你在沾染的。所以呢，这个秉性呢，讲真的为什么讲迄囡仔当无偌大汉，脾气作歹？其实来到这里还没沾染呢，那为什么？就是秉性，就是秉性嘛。所以讲呢，修行学道啦，千言万语啦，不过呢，嘛就希望讲咱会当体会，真的在心性上呢，能够用功夫，最后能够达到明心见性第七班呢，慈悲啦，勤策勤力，看咱安怎来重新，或许最后比较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盛满如意道路通畅感谢点头是慈悲，前道一公，坤道一公，一起闭班。
向无其他母行三鞠躬礼，前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德慈悲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德慈悲鞠躬。一起持架，向无其他母行三鞠躬礼，前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副前人鞠躬，持架送架两人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持架前人鞠躬，持架副前人鞠躬，送架两人鞠躬。各位爷爷好了。谢谢。